好多香港朋友過嚟大灣區買樓，90%人都係懵懵懂懂咁樣簽按揭，白白蝕咗10幾萬利息啊！今日 Alex 咧就同大家講4個銀行按揭暗藏嘅伏位，尤其係最後一個90%嘅香港朋友咧都中伏啊！分分鐘幫大家慳返10幾萬。講真，市面上大部分嘅銀行按揭合同根本冇人會逐隻字咁樣睇清楚，銀行職員叫你簽你就一路狂簽，全部都係被動嘅踩坑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喺內地買樓做按揭，即刻收藏呢條片，關注我。呢啲坑咧，全部都係香港買家最容易踩坑嘅。首先第一個坑，利率揀固定定係揀浮動？而家成個經濟環境都係下行，利息一路係走低嘅趨勢。如果你揀咗固定利率，後期市場利息越降越低，得你一個利率釘死唔變，變相比普通人多俾幾萬甚至10幾萬嘅利息，你話抵唔抵？正確做法一定要揀浮動利率，每年嘅1月1號統一調整，跟市場走，先至可以食盡降息嘅福利。揀3個月一變係最好嘅。第二個超級重點，提前還款違約金呢一樣嘢，千祈要主動問清楚、傾清楚，盡量揀可以提前還款、零違約金嘅銀行。而家市面銀行規則參差好大，有啲銀行供滿半年就可以提前還款啦，唔使罰息。有啲要供滿1年先可以免罰息啊！但係仲有好多黑心銀行咧，鎖你2、3年先俾你提前還款，中途還款即刻巨額罰息。呢一條款唔傾好，後期你想轉按提前結清換樓，直接被鎖死啊！第三個好多人都搞唔清還款方式點揀，等額本息定係等額本金？絕大多數買家呢一度咧，全部都係亂揀嘅，盲目跟風。我一次過講白話俾大家聽。等額本息咧，就係每個月月供一模一樣，先還利息後還本金，前期壓力細，但總利息咧會多好多。等額本金咧，每個月還嘅本金固定，越供越輕鬆，先還本金後還利息，總體可以慳10幾萬。但係等額本金有門檻，如果你每月月供唔超過自己收入嘅40%，壓力完全 OK， 果斷揀等額本金啊！但如果月供已經佔到你月收入超過40%以上咧，壓力好大，手頭唔鬆動，就老實揀等額本息，穩陣為先。前3年供樓壓力普遍最大，大家一定要根據自己真實嘅收入、現金流去揀。後期手頭鬆動，隨時可以提前還款，完全冇問題。最後一個最值錢嘅實操技巧，提前還款一定要揀月供唔變，縮短年限。呢個操作先係真正慳到盡啊！舉個真實嘅案例，你貸款100萬，已經供咗2年，呢陣手頭有10萬閒錢，想提前還款。如果你揀減月供，年限唔變，慳利息好少嘅咋。但係如果你揀月供唔變，直接縮短還款年限，輕輕鬆鬆，即刻慳返10幾萬利息啊！以上4個按揭核心避坑位，你之前中過邊個伏？評論區傾下偈，關注我，日日同大家拆解大灣區買樓真知識。唔俾香港街坊亂中伏。我係 Alex， 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博主，專門幫港澳朋友避坑慳錢，置業無難事。Alex 幫到你啊！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